这个地方，因为之前是个烂的。那个烂掉了。这个呢？他们有些人吃不了这个，他们这个清口味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人果很好吃。啊，很多人吃不了这个，他们这个清口味，他们就受不了。我就不太好吃。这个是不是也烂了？那扔掉吧。这个不是烂了，是被压到了是吧？这个是不烂的，不能再烂了。我很喜欢吃这个果子的。哎，我包里有那个红美人，你要吗？哎，拿出来。拿在那个袋子里，在这个布的袋子里，后面有几个。红美人也压的也差不多。没有啊，没压呀。皮也皱起那你给我一个，可能小玉要不要？小玉是的，我很喜欢吃这个果子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的。啊，但是我现在画了口红有点难吃。好甜，还没有咬进去。哎呀，这样有点不太雅观，发现。杨老师，你不决定你来出镜一下吗？给大家直播一下你播红美人。是吗？这个维 C 含量很高是吧？我就觉得它味道很好。保养嗓子呢，就是少大声说话，然后呢，冰的少喝。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嗓子坏掉过一次，哎，都是泪呀，但是后来好了。然后我的医生就是告诉我，平时要尽量少讲话。那我包呢？你的包？这个吗？我已经把他们弄好已经有2大袋给塞到自己包里了。翻你白眼，吃不？为了弄开这个口红，那吃相很难看。你泡什么？西洋参。西洋参粉末。走火入魔。为什么吃相有点难看？为了这个口红避开。把罐子那点西洋参碎碎，最底下那点粉。我在想你那个西洋参为什么会是粉粉的样子？那就是因为你装在罐子里，然后那个罐子在你的包里就摇到后面都摇成粉了。没有勺子。我手机要不要贴膜啊？20块钱一位。我不要。厉害呀！台湾的水果应该很好吃吧？谢谢你。吃什么都好。哎呀，这样子很好。过年的时候找一个天气好的时间喝个茶。哎，你把手机打开，我看你我这个是什么一个光线？你的手机，你的手机。我的手机啊。我也是。那。是的，我是李云霄，没错，我是那个参加中国乐曲好声音的李云霄。谢谢你的鼓励。哎呀，我以后
化妆还是不要吃这个东西，太麻烦了。我不知道哎，你们关注一下吧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出来。应该这周日出来了吧？好像没有了啊，应该是这个礼拜日了吧？嗯。然后下周是应该就最后那个。晶晶，调皮喽。群里说学校进不去了小百花不能进了。这已经不让进了吗？嗯。那你们怎么办？我们那他们在里面的人呢？要求全出来吗？在里面的没出去，然后但是在外面的回妹妹她出去不去了。拿牙套了。然后他进不去了是吧？他怎么把你们东西放里面？没事的，会有人协商的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们不着急。当年疫情最凶的时候，不照样那个？我躲在里面。不照样能让我们回去拿东西啊？怎么样的？我们在那个不是在演出，我们在参加一个节目的录制。我们在黄岩一个外景地。现在不能去红玉家。我要去红玉家做红玉开心死。那也不好呀，你们今年都在杭州过年吧？然后到我家吃饭，那也不一定，你去吃个饭，他很开心的，陪他玩。我不是的。你要去住，他可能就不开心了。我没有带货，我没有带货。是戏曲妆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是镜头录制嘛，所以会比平时的淡很多。然后现在呢，因为我又在阳光下，有点爆掉了。这个人听到真快。不让你们回这音吗？啊，是的。哎呀，下次我觉得我把我们灰灰给大家看，他们应该会很喜欢吧。这个色号是杨森硕老师手动调出来的，没有色号。这是骚色。对，就是因为上电视嘛，所以不能太舞台妆，不然录出来它就会有点过。杨老师已经今天躺平了，已经彻底把直播间交给我了。你吃第二个啦，你给我留一个吧，我赶紧把这个吃了。我觉得没有，反正这是小玉的。就是，你把人小玉的份儿都吃了。他们说，一旦吃水果的时候，千万不能跟孔老师靠太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孔老师他是水果大王呀，他外号就叫水果大王。这个吗？这是红美人啊，红美人。这很美人啊！我那拍一箱几个？又要带我。我就是不太会弄什么这个直播什么的，我觉得他们这样弄好了我会搞，我都不会弄直播。我刚刚才知道，原来直播上面是可以写字的。13年的爱歌啊，天哪，那是很丑吧？我会觉得自己那时候应该很丑啊。红美人是不是就是橙子变异的橙子，或者橙子的兄弟和姐妹？不是，总是从日本来的。哦。我看这个镜头看不见那个，哎，我干嘛？我怎么卡住了？哦，就我看不到。把你的这个镜头，诶，好像叫雪橙吗？我不知道哎，这个叫雪橙吗？
就皮有点难剥，但是很薄，水分很多的那种。雪城是雪城，雪城是宜昌那边。哦。你们今天在干什么？是我。给我看一下我自己，傻不傻？很傻吧？哦，不用，我不用，谢谢你了。给我看一下我长什么样。还好昨天洗头了，不然阳光照射下。就我记得那个时候就画很重啊，鼻影画很重啊，就眉毛和鼻子连在一块那种妆。他们盘到了13年的春香传爱歌了。对，是要洗一下，不然它指甲会黄掉的。这个就很酸。啊，我不知道我这个酸不酸。晶晶开始作诗了，文思泉涌了已经。你们今天周末都在做什么呀？今天是周末哈。哦，那个艾哥，那次的艾哥，那个时候还比现在更胖一点，我觉得那时候。你被隔离了。是在午睡吗？花生真的很好吃，小雨吃了吗？这个花生很一般啊？这个花生很一般。我以前在学校里就是学的小生，后来在一开始的时候学的是花旦，学了2个月，后来改了小生。这花生有一股。再学了1个学期吧，好像是，基本功打的全是小生，后来又改回了花旦，因为我长不高了，长不大了，太小了，也汁叫什么？他们当时说是脂粉味过浓，就太娘了。还好转回到花旦。阿姨和毛说你像谁？毛老师说我肩膀平平的，像王君安老师。还好我改了花旦，不然我就没饭吃了。说我小时候啊，不行，太娘了，现在还是花旦呀，这个唱出来都不对的。我觉得无论相信什么，都不要相信电视台的大气，他们说直播是真实的。我的阳光呢？收光了，灯光师，你这是掐光了，下班了吗？太阳公公快出来！来了，没了。我就好久没见到太阳了。来了呀，他来了。我是好久没。哦。好，哥哥。不要起哄，嘘。现在是下午茶时间。哎呦我的。
你们叫于潇唱吧，于潇唱的很好。不要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嗓子很差，唱那个《游学中原》，呀一唱上去就破掉了，又破掉了，3个字都没唱过去就破音。人们很小很小。你不要给我挖坑哦！不想玷污大家的耳朵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！我现在是很开心的下午茶时刻。你们现在就像逼着我写作业。所以说是谁？你自己手机啊？你自己的手机啊？你这发型现在很像我妈。我妈也这样扎起来的。那我不介意你现在叫我一声妈。我是个叛逆的小孩，我不唱。是好吃呀。就有个溃疡，好痛。不要。哎，你是1年4季都溃疡的？我是之前那个临海的溃疡到现在还没好，1年4季都溃疡。但我今年没长过溃疡。你之前不是也1年4季的是你吗？熬夜多。今年好。陈三两在今年的1月份好像有一场哦。李老师唱首歌吧，李老师唱的歌跟粤剧。李老师唱歌真的跟唱粤剧一样。对，李老师唱的粤剧跟歌是一模一样。真的，我唱歌啊，就真的是属于那种，哎，唱着唱着，你们听听，你们看看杨老师的笑声和他的状态，你们就知道我唱歌是什么样子了。你看，快，你们对李老师唱歌。不行，你们真的，你们不爱我，你们一定是假粉，都不爱我，各种逼着我唱，我要下播了。那个人，发现李老师唱歌真的没听过。咱们好好的，就别唱的了，咱们说说话聊聊天不好吗？不要，我红美人吃饱了。看到一个红美人和一个那个包塞堡。不行，你们再怎么鼓我都不会唱的。报菜名啊！报菜名啊，菜名不在。啊，1月的陈三两不对外的吗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应该1月份有必要。